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个台南市的东区一间托婴中心，和家长来指控滚啊条的罪名。第一，请用到无证照的托育员；第二，超收小宝宝；第三，这个园长涉嫌不当的管教，甲这个幼囡仔关伫个楼梯间，甲这个囡仔脚趾头啊创正空。另外，佫有一个小男童跋倒去弄着头壳，托育员大力甲乱甲是乌青银花，佫来反证。啊，这两件事件，托婴中心拢是拖到下课才来通知家长。这个家长是非常的不满，认为托婴中心是咧暗藏着真相。即摆社会局已经开始来调查了。这个查甫囡仔安安伫咧带囡仔中心，因为无听话，去互关伫咧楼梯。园长开门时阵，家伊的脚趾甲弄着伤。另外一个头壳遐整起来是乌哩，伊伫咧带囡仔中心跋倒弄着头壳遐，带囡仔的人刷出来，家乱到乌青整起来。这个事件发生伫咧台南东区一间带囡仔中心，一共发生2囡仔着伤。园方煞无伫第一时间通知家长。当下就是园长就选择隐瞒啊，然后他也没有马上通知我们，然后也没有报名给他送。这样子，然后事后他就把责任推给老师。家长这期，园方想要杀责任，佮暗藏真相，佮指控带囡仔中心请无证照的任务，而且佮超收囡仔。聘用这个没有合格的老师，然后来照顾这个小朋友，然后造成小朋友的受伤，这个我们是觉得没法接受的部分。针对家长指控，园长出面说明，讲囡仔受伤是等处理后才通报家长，家长真无欢喜，因嘛来回失礼。啊，若无证照的任务，是因为临时有老师请假。老师请假，所以其实我们就请了就是有幼儿园的教保员过来这边做一个协同教学。啊，台南市社会局接到通报，随派人来调查。托育人员呢，他这几位呢，并没有报社会局核备，我们已经发文请他宪改，在7日内就要完成改善。啊，若敢有涉嫌无好好管教，社会局讲会阁继续调查，但是证明有违反儿童保护，会依法监罚上悬60万以下罚金。